雲泉學校響今日舉行55週年校慶暨新校舍開幕典禮，祝願雲泉學校響未來嘅歲月，校務蒸蒸日上，再創高峰。呢個校舍為雲泉師生帶嚟一個更佳嘅學習環境，讓我哋飛得更高更遠。學校係學生發光發亮嘅舞台，就係因為咁，我哋致力為學生提供唔同嘅機會，將佢哋獨特嘅才能激發同展現出嚟。與此同時，我哋希望學生要面向社區，將佢哋所學嘅貢獻社會。而學校亦都係積極配合教學發展嘅趨勢，藉住咧係富趣味性嘅科學學習活動，例如係 Hello Future Program， 去推動STEAM 教育。學都係通過咧重做中學啦，首腦並用嘅探究學習活動，去培養同學嘅共通能力，亦都提升同學對於科學科技嘅興趣。今日我哋唔單止慶祝學校55週年嘅校慶，更迎嚟新校舍嘅落成。每一位曾經喺雲泉學校學習或者工作嘅師生，都係呢段歷史嘅見證者同埋參與者。你哋嘅努力成就咗今日嘅雲泉學校。